北非的无主之地，战地记者走入军营，原本准备和谈的叛军突然剑拔弩张，殊不知等待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快递老哥将地址不详的包裹送到记者手中，想必这家快递公司的老板是个画饼高手吧。而邮寄的物品是一柄岩剑，它就是当年天使拉斐尔赠予亚当夏娃的那柄剑。随着记者拔出岩剑，平息的纷争再次被打响，而他就是天启四骑士之一战争。但凡是他出没的地方，就会秩序混乱，硝烟永无止境，给人们留下长期的心理阴影和创伤。接下来，快递员赶到爱荷华州的餐厅，虽然周围荒无人烟，但餐厅却食客不断，甚至售卖的食物也是垃圾中的垃圾。长期食用会导致地中海和肾衰竭。他就是潜藏起来的天启四骑士之一饥荒，难怪会有这么多傻子不远万里赶来。而他的包裹是一杆古老的天平，暗示着在资源匮乏时期对食物的斤斤计较。快递员的下一站是一条河，一条被人类亲手玷污的河。坐在这里的白发女人并不是环保大使，却是在欣赏眼前的绚丽美景。她就是顶替瘟疫的天启四骑士之一污染，而他的快递物品是一顶水晶王冠，象征着对环境的破坏和对人类健康的威胁。回到车上，快递员打开了最后一个收件地址，看到地址的那一刻，他面露凝重，给自己的妻子留下了一句话。随后他空手下车，险些被高速的大货车撞到。就在他庆幸的同时，竟看到自己的尸体躺在血泊中。原来四骑士的最后一位是死亡，由于死亡代表着无处不在的永恒，所以他的快递没有物品，只有一句无关紧要的口信 Come and see. Finally! What does it mean, sir? It's a call to action. 这些骑士的象征意义反映了对当下地球环境的讽刺，也暗示我们将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危机。原来集结他们的目的是协助撒旦之子为地狱打响毁灭地球的第一枪。其实守株待兔的还有天使拉斐尔和恶魔克劳利，他们准备在恶魔之子的11岁生日宴上阻止他与地狱恶犬见面，从而切断地狱之子得到力量被唤醒。眼看时间已到，却连地狱恶犬的毛都没看着，于是克劳利通过电台向地狱确认，得到的消息是恶犬早已就位。为了应付差事，克劳利只能强装镇定地说一切尽在掌握中。 New dog. No dog. Wrong boy. Wrong boy. 正如他们说的那样，撒旦之子另有其人。丛林中，恶犬与真的撒旦之子偶遇，临近时，恶犬听到主人的愿望，他想要一只温顺的小狗。下一秒，他果真就变成呆萌的小狗。看来主人心灵纯洁，的确可以引导宠物向善。作为当年亲手投放婴儿的克劳利，觉得撒旦之子被调包的原因出在修道院。不过如今的修道院已经成真人 CS 基地，并且还给了他们一个惊吓。克劳利瞬间变形，吓得玩家当场晕厥。之后他还贴心地为拉斐尔吹去身上的油漆，四目相对的眼神让我相信了他们的关系。作为惩罚，克劳利将其余玩家的气枪都变成了真家伙，甚至还煽动他们誓死激战的情绪，却遭到拉斐尔的极力反对。看到对方是认真的，克劳利马上保证，即便是真枪也不会有一人死去。其实他骨子里还是善良的。 Shut it. I'm a demon. I'm not nice. I'm never nice. Nice is a four letter word. I will not. Excuse me, gentlemen. 争吵声吸引来的人，恰好是当年从克劳利手中接过婴儿的修女。没错，当年还有一位孕妇在修道院生产，只不过修道院经历一场大火，档案早已成了灰烬。得知末日之战无法阻止，克劳利恳求好友能与他一同逃离地球，随便什么星球都可以。 How long have we been friends? 6,000 years. Friends, we're not friends. We are an angel and a demon. We're on our side. There is no our side, Crowley. Not anymore. It's over. 就这样，6000年的友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。即便是这样，拉斐尔也从来没想过放弃人类。他觉得自己背后的天堂也是这么想。随后，他找到上级加百列，希望他可以保住地球以及人类，但换来的却是冷漠的嘲讽。其实，地狱早就向天堂发起了战书，如今他们只关心这场战役谁会是最后的赢家，因为只有获胜的一方才有权利塑造下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拉斐尔的反战观点也让他身陷囹圄。天使米迦勒举报他私下与恶魔合作，这也成为了他吃里扒外的罪名。屡屡受挫，让拉斐尔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无论自诩人善的天堂，还是恶名昭著的地狱，自始至终都把人间视为可有可无的玩物。此刻他彻底绝望了。不过眼下连他自己都还不知道，他之前偶然得到的一本预言笔记，记载着有关世界末日的所有信息提示，完全可以阻止毁灭爆发。倘若想要追溯这本书的起源，那就必须要从公元1656年说起。